sinh nhật khoai lơ yan luôn chân lan man cứ chàng là cô đi lục tóc là những vang vô 真的是拿到了花了，看到老公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我是小萌，今天呢正好是情人节。以前如果在老挝啊，我每一年都会给东东送花，然后给他一些浪漫的惊喜的。但是呢，今年的话已经到下午4、5点了，东东还跟我抱怨说：“哎，自从你娶了我当老婆，娶到手了之后呢，对我一点都不上心了。”正好呢，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文昌，所以呢，我就透过想要给他点意外的惊喜。但是呢，由于在这边呢，很少能见到有卖那个真的玫瑰花，正好他们这里有这个精品店，这里呢，这个礼物店的呢会有这种假花。现在先在这里挑一下，看哪一朵花更漂亮。店员给我介绍说，买这一种更好，这一种的话永不凋零，永不谢，这样的浪漫可以保存一辈子。而这脚家伙的话也跟着我一起过来，正好今天你也是爸爸的小情人，看一下让他自己挑他喜欢什么，我也送一个给他。这可是我上辈子的情人，今天这个节日肯定少不了他一份。有喜欢的吗？啊？喜欢喵喵啊？那你就买呗，爸爸送一个给你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包包？哎，女人啊，女人这个浪漫的基因可能是天生自带的。家小这会挑到了，还要一个印章哦。这是想要爸爸给你盖一个章，告诉你爸爸爱你一生一世吗？跟我对齐了。你给我告别告。告的别告对哦。你告什么？这是花。是花吗？对，这是送给妈妈的。走，去找妈妈。有多的啊！嗯，好。走，爸爸。我抱你。嗯。我抱。好。爸爸，拿吧。拿吧。爸爸，谢谢。辛苦老婆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浪漫绝对不会忘，一定会记得的，因为这是我们2个人的约定。只要每一年情人节啊，都要给他送火胎，送一朵花，不管是在老挝还是在中国，我们的约定永不相忘。妈妈谢谢你们，谢谢阿西，谢谢爸爸，我yan luôn chân lan man 干嘛？cứ chàng là cô 开心吧？妈妈讲。老婆，情人节快乐！真的是拿到了花了，看到老公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。đi lục tóc là những vang vô 正好东东平时也爱吃寿司，所以呢，情人节就再请他吃一顿他最爱吃的寿司。sinh nhật khoai lơ 也祝福所有看过我们这视频的粉丝和朋友们，情人节快乐，爱你，สบายดีวันเลนไทน์ Happy Valentine 情人节送给他的小礼物全部被他这样霍霍了。这是他和妈妈爱的印记。chăm chăm爸爸你今天